我哋好開心可以join 呢個 Bloom 嘅大家庭，成為一份子。咁 Bloom 其實有好多好獨特嘅地方，佢可能同其他學校未必好一樣。其中例如可以喺 Stanford 嘅學生，佢哋嚟香港嘅時候，我哋啲小朋友可以擔當呢個小導遊嘅角色啦，咁帶佢哋去做一個文化嘅導賞團。另外又或者可能去一啲國內嘅一啲製衣工廠啦，咁可以睇到sustainability 啦，咁亦都可以睇到原來個企業係咁樣做嘅。而我哋都好開心啦，可以參加到呢個 World Scholar Cup。咁透過呢個比賽嘅過程咧 Kelly 佢就可以識到好多好好嘅朋友，佢哋可能係嚟自唔同嘅國家，有唔同嘅文化背景。而與此同時咧，佢都可以透過例如 debate 咁樣啦，咁就可以訓練佢嘅辯論技巧啦、公開演講方法啦，又或者點樣去有個獨立思維，有個 critical thinking， 同埋點樣去一 team 人一齊去合作。